外国媒体指出，讲美方优先考虑甲英国、澳洲、日本、南韩、甲印度这5个国家来展开关税谈判。咱台湾无伫头一波的名单内底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，咱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已经正式开始了，即马嘛有一寡进度。 美国关税政策造成全球市场的不安，川普宣布暂缓关税90日。咱国积极甲美国交涉，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，优先考虑英国、澳洲、日本、南韩甲印度5国作为首要关税谈判目标，台湾并不列入。我们已经正式展开台美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，这个不管就 谈的这个项目，还有涉及内容都已经有一些进度，会在针对他们这个特别关心的部分，再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。美国关税政策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，交通部16起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，表示目前海运甲空运影响，拢因为关税渐渐恢复，不过伫90日合并期内，东南亚可能产生转单效应。为了争取货源来台中转到美国，港务公司已经要求基隆甲高雄自营柜场投入准设甲后线场地资源，佮建议调整奖励条件。一个可能是会塞港。 突然很大量的从台湾的港口进出，对，尤其东南亚，它可能要避开其他关税等等部分嘛。比较少的时候，没有人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要鼓励嘛，就要奖励，希望鼓励嘛。好，那如果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希望港务公司先把空间先空出来，好，把我们的盘点可以出来的土地先空出来。到底有没有跟业者了解他们到底现在需求？ 第一波影响会比较大，大概是海空运啦。好，那海空运的部分，我们随时跟业者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并且针对他们的定位率也好，或者是订仓率也好，我们随时都在掌握。交通部表示，国际海空货运自由化程度悬，国际业者为了避开高风险地区，也是顺应产业链牵线，会依据市场的变化，机动灵活调整航线帮助。 民航局甲航港局会审慎因应全球需求变化，来协助业者机动调整全球航线网布局，加增加营运的弹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